每一下心跳都維持住生命，但呢個只係故事嘅一部分。每一下脈搏都代表住心臟正為全身輸送動力，將血液由身體核心一直帶到雙腳。當地心引力將血液向下拉，小腿肌肉就會接手發力，幫助將血液推返上心臟。血液循環係維持身體正常運作嘅關鍵，每一次流動都將氧氣同營養送到身體每一個角落，支持能量同身體功能，加快恢復同修復，同時幫助清除體內唔需要嘅廢物。當循環開始變慢，流向大腦嘅氧氣會減少，容易引發疲勞同腦霧。你可能會經常出現抽筋，甚至做一啲最簡單嘅動作都會感到唔舒服，又或者長時間覺得攰，就算瞓足一整晚，仍然好難恢復精神。如果呢啲症狀長期被忽視，情況有可能會慢慢惡化，甚至增加同中風、心臟衰竭等嚴重健康問題相關嘅風險。如果你身體嘅自然血液循環可以透過創新技術得到支援呢？採用先進嘅光電子纖維技術，融合99%高純度超細微粒子陶瓷，並均勻分佈喺物料之中。光電子纖維能夠吸收人體熱能，並將遠紅外線反射至皮膚，喺皮膚深層產生溫和熱感，有助促進更順暢、更健康嘅血液循環，令你活動更自如，恢復得更好。每一日都保持舒適狀態。全新推出 Olara Pants with Cadency， 專為更健康嘅循環、更自由嘅活動度以及全天候舒適感而設計。先進嘅 3D 編織工藝，提供更全面嘅包覆效果同更貼合嘅穿着體驗。順應身體自然曲線，帶嚟好似度身訂造般嘅舒適感受。加寬腰帶設計，能夠完美貼合身體，為腰腹核心位置提供全日舒適支撐同正確定位，溫和撫平並支撐腹部，打造修身舒適嘅穿着感。經改良嘅編織方式，實現提拉同塑形效果，同時增強貼合力，展現自信曲線。採用柔軟、耐用而且富有彈性嘅布料，帶嚟更大活動自由、無拘無束嘅穿着體驗。雙重縱向網狀分區，確保布料張力均勻分佈，提供穩定支撐同平衡貼合嘅效果。X 型交錯編織，能夠增強大腿同膝蓋區域嘅支撐性同耐用性。360度膝蓋支撐，全面為你嘅膝蓋提供所需承托同靈活性。採用6個分段式壓力點，有效促進更好嘅血液循環，並為雙腿帶嚟舒適感受。同時，小腿提拉功能有助舒緩腿部疲勞，令你全日都保持活動自如。舒適貼合嘅腳踝設計，確保全日穩固貼身，帶嚟流暢、無負擔嘅穿着體驗。無論你喺活動中定係休息緊，Olara Pants with Cadency 夠由內而外支撐你嘅身體。Olara Pants with Cadency，塑身美腿，健康相隨。